来2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哈！今天呢，我们要上课的部分呢是讲假归气哦。之前我们也有讲哦，归气并不是我们讲的国语的果子哦。归气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归气呀，其实就是水果啦哈。那之前呢，我们也是有教过哦。所以啊，假归气是说吃水果的意思哦。来，咱今仔来听一遍课文哦。第3课假归气。课文：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活到木瓜，下，切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假归气。往来红果西瓜，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活到木瓜，酸呀活到木瓜，下，切，一盘白水水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假归气。请你假归气。2条念完了哈，我们来听一下唱歌了哈。来准备唱歌啦。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拔了木瓜，下，切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假归气。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拔了木瓜，下，切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假归气。来，我们刚刚听了哈，咱今摆来看卖哦。来，什么意思嘞？假就是吃的意思啊，假物件假中昼吃中午饭啊，吃午餐啊，假早等就是什么吃早餐的意思啊哈。往来凤梨啊，苹果就是苹果哦，西瓜酸呀是啥？酸呀就是芒果。过来咧，芭乐是啥？就是我们的芭乐啦哈。我们其实就是国语是造反的意思啦哈，木瓜知啦哈。过来是下削皮啊哈，要用下的啦。假使你是切的话，就是切啦哈。一盘白水水排得很漂亮哦，小朋友特别要注意这个水这个部分哈，水啊这里啊就是很漂亮的部分了哈。那所以我们的台语字有一点不同的，就是我们的水是写这个哈，水哦，不是写水哦。请你假归气以来，请你吃水果啊哈。那归气啊，有一些人啊，他不是念归气哦，也念给气，其实也可以哦。
这是因为呢，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啊，所以会有这个叫做方音差的部分了哈。来，咱听看嘛。方音差，果子、果子、果子。所以啊，如果有人念这个水果念成果子啊，不可以笑他，说他讲错了哦。其实是怎么样？其实是呢，因为他住的地方的不同啊，所以念法不太一样啦哈。来，咱个念看卖哦。第三课，吃果子。小朋友要跟着我念哦。往来红果是果，酸呀芭乐无果，下下下，切切切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食果子。今仔日咱就是教一课啦食果子。过来，搁看卖哦。过来啊，咱的果子有啥物物件？第一个金蕉，对不对？香蕉啦这咱知啦搁有啥？往来是凤梨的部分哦。搁有是啥物件？其实啊，咱搁有是啥物？咱看卖红果啦搁有芭乐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搁有啥物果子？真济款哦。还有什么柑仔？就是橘子的部分啦搁有啥？头早有教的哦。酸呀是什么？芒果搁有西瓜真济种搁有无？想看卖定定咱有咧食是奶鸡，对不对？荔枝的部分也有搁有莲雾搁有啥？木瓜所以啊，我们就教了很多果子果子就是什么？是水果不要再讲是果子哦。来，搁来看卖。请问一下，你上爱食啥物果子？来，咱来念看卖。你上爱食倒一项？我上爱食西瓜。这是啥？香蕉的台语名讲金蕉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你上爱食倒一项？你就爱讲啥？我上爱食金蕉，对不对？这是啥？木瓜。我问你你上爱食倒一项？你爱讲啥？我上爱食木瓜，是毋是？这其实话无清楚啦假使这是酸呀芒果的话，要怎么讲？你上爱食倒一项？我上爱食酸呀，对不对？搁有啥？这是啥？西瓜怎讲？你上爱食倒一项？我上爱食西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啥？这是巴蒂的特产，对不对？油啦你上爱食倒一项？你要回答什么？我上爱食油这边怎讲？奶鸡，对不对？咱来讲看卖
你上爱食倒一项？我上爱食奶鸡。哦，这是过去的部分啦。哦，来，咱搁来念看卖咱的课文，你会晓念无？来读看卖哦。来，一起小朋友，2年级的小朋友注意一下，我们要念课文咯。第3课食果子。课文：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滑啦木瓜，下下下，切切切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食果子。往来红果西瓜，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滑啦木瓜，酸呀滑啦木瓜，下下下，下下下，切切切，切切切，一盘白水水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食果子。请你食果子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听一下这个这课啊食果子的唱歌啦，哈，咱来唱看卖哦。小朋友哦，要跟着唱哦。来，准备。演唱。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滑啦木瓜，闪闪闪，切切切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食果子。往来红果西瓜，酸呀滑啦木瓜，闪闪闪，切切切，一盘白水水，请你食果子。来，小朋友、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哦，你今仔日学着无？安怎食？安怎讲咱的果子啊？哦，请你讲互你的爸爸妈妈听哦，讲你上爱食啥物果子哦？搁试看卖，练习看看。哦，今仔日告诉你的妈妈啊，互你食啥物果子，用台语讲看卖哦。哦，今仔日咱的这课食果子就教到这哦，再会了。